全世界目前有超过6495万人患着新冠病毒，超过150万人死亡。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，确诊的人数超过1400万人，等于是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互感染了。为着要来提悬美国的民众对新冠疫苗的信心，美国3位前总统奥巴马、小布希甲克林顿拢讲，等这个疫苗通过相关机关的标准了后，因愿意伫咧镜头前公开来注疫苗。美国新冠病毒的疫情愈来愈严重。根据统计，今晚美国算起来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万人，算差不多是台湾2300万人的人口，有一半以上拢着病。那安尼，伫11月初2，美国确诊死亡，还有住院的人数，拢是疫情爆发以来上新的纪录。这互各地医疗系统拢用要袂堪哩。Currently, there are 0 staffed ICU beds in our state's southwest region. 好佳在即马世界各国在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拢有好消息。伫美国上紧伫12月15就会当开始注咯。但是伫美国有真侪民众对这种新的疫苗的安全性也阁是有顾虑。为着要加强民众的信心，奥巴马、小布希、克林顿这3位美国的前总统拢出面来表示讲，愿意来注新的疫苗。So if Anthony Fauci tells me this vaccine is safe and can vaccinate, immunize you from getting COVID, absolutely, I'm going to take it. 奥巴马搁咧讲，伊唔但愿意做，搁会录影，或者是专程伫电视顶悬播送。小布希甲克林顿的发言人，马上表示愿意公开来做疫苗，希望就安尼呼吁美国民众，大家拢来做。